好，今日嚟到咧 Kitsylano Beach，咁呢個就係 Vancouver 嘅西邊嚟嘅。咁一望出去咧就係一個海灘嚟㗎。嗱，啲水好凍啊！即使夏天咧啲水好凍嘅。咁你見到我咧着晒風褸咁，其實咧 Vancouver 嘅天氣咧好得意嘅，有時又好熱，有時候就好凍，或者而家好凍，晏晝就會好熱，所以一定要着住件風褸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凍鬼死你㗎啦咁樣啦。嗱，今日咧我目標咧就跑15K。咁咧我就會向住西邊出發 ，OK， 一路向西。第一次跑15K， 咁我就應該係輕鬆地跑噶啦 ，OK， 唔會扯噶，輕鬆跑啊 ，OK， 慢慢嚟跑，總之舒服跑 ，OK， 冇壓力咁樣跑。呢段路咧，我係從來都未嚟過。我移民咗10年啦，第一次嚟呢個地方。OK， 呢度啲建築物咧就好似香港淺水灣啊、深水灣啲豪宅嚟嘅，好靚嘅。係啊，今日啱啱跑步嘅時候咧，就聽咗陳柏宇嘅訪問啦。佢話咧，點解人會唔開心先？我哋遇到啲唔如意嘅事情，咁佢就會問啦兩個問題：究竟呢樣唔如意嘅事情係能唔能夠去預防嘅咧？如果有得預防嘅話，即係代表咗我哋喺從中學到嘢，學到嘢嘅話 ，it's good， 係咪？所以唔需要唔開心。如果嗰樣事情係冇得預防嘅 ，OK， 預防唔到嘅，咁let it go，因為都預防唔到啦，控制唔到啦，所以更加唔需要唔開心。幾聰明啊 ！EQ 幾好，唔錯，可以袋落袋。OK， 而家已經跑咗7K 半，51分鐘，係啊，好慢嘅，起性係6:47。好，掉頭。而家我再去嘅話咧，再去嘅咧係 UBC。OK， 我諗大概5K 到，不過今日唔去啦，翻轉頭。13K，雖然話輕鬆跑。但係其實每程都好辛苦。OK， 而家86分鐘到，做2個1K。OK， 終於完成咗，用1個鐘頭38分鐘。跑位而家係1:44。聽日唔好再叫我再跑步。最開心係咩咧？冇停過，一次都冇停過。原來去咧係 tailwind， 翻嚟係 headwind， 所以翻嚟咧回程嘅時候係辛苦好多嘅。But anyway， 完成咗。